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吉面枪，台语安尼写，吉面枪。华语的摆脸色、摆臭脸，台语就是吉面枪，就是吉臭面。我是欠利息，你安尼吉面枪是咧吉互者看。你咧做业务，毋着较笑面咧，卡袂着着吉面枪，无怪做无生意。我这个妹妹就是安尼，总是吉臭面，吉一个面枪，伊无歹意啦，请你莫计较。若吉派头是摆架子，态度傲慢，就是吉屎。像讲3年官2年满，做一个小小的官，安尼吉派头，互人看着真讨厌。大家拢是辛劳，拢是出来食人的头路，毋免因为做较大，就安尼吉屎吉派头。若吉酷酷，就是华语的装蒜装傻，就是顶青，就是顶戆，就是顶毋知。代志明明就是你做的，你莫甲我顶毋知吉酷酷。若吉五人是制作笑料，装出诙谐的样子。伊真够吉五人，吉到大家笑嗨嗨。过来吉气，有一句俗语：忍气求财，吉气烧台，就是咧苦劝世间人好气生财。今仔日个台语字吉面枪，实在真趣味。